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今集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我越來越感興趣嘅主題——加拿大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s。唔知你有冇發現，其實喺我哋生活嘅城市，好多地方、地名甚至學校、藝術都同原住民文化有關。我自己住喺溫哥華，成日行 Stanley Park 去北溫，你會見到好多原住民圖騰柱、藝術品，甚至係傳統長屋。而且我有一位同學，原來係 Coast Salish 海岸薩里希人。我一開始仲以為佢係菲律賓人，慢慢了解之後，我發現原住民對土地、自然有一種好深層嘅尊重同連結，令我好感動。加拿大原住民三大類：第一 First Nations 第一民族，係最大族群，包括成8個唔同語言、文化社群。卑詩省就有超過8個 First Nation 社群，例如我同學嗰個 Coast Salish。第二 Métis 梅蒂人，佢哋係歐洲人同原住民通婚之後嘅後代，有自己嘅身份、文化同歷史，主要分布喺草原省份如曼尼托巴、薩省同亞省。第三因紐特人，生活喺加拿大北極地區，例如姆納姆特 Nunavut 西北地區，佢哋適應極地生活，有獨特語言 Inuktitut 同雪橇、冰屋、海洋母語文化相關。地區分布小知識：你住喺邊個省份，其實會遇到唔同原住民族，例如溫哥華卑詩省多數係 Coast Salish、Haida、Nu、Chat、Nov。多倫多達安省由 Anishinaabe、Haudenosaunee 而諾魁族。北極地區就係 Inuit 嘅家園，草原地區 Métis 人口多，亦有 Cree、Blackfoot 等民族。文化連結，我開始欣賞原住民文化，就係因為佢哋唔當自然係要征服嘅對象，而係當自然係親人，係一部分。你去 Stanley Park 嘅時候會見到圖騰柱，唔係裝飾咁簡單，而係一啲代表家族、祖先甚至自然力量嘅象徵。佢哋好多傳統儀式係要先向大地、河流、動物講感謝先會開始，好似係提醒我哋學習唔係淨係腦入面嗰啲知識，仲有同自然共處謙卑嘅態度。今集只係一個簡單嘅開場，介紹咗加拿大3大原住民族群同基本分佈。如果你住喺加拿大或者對土地同心靈連結有興趣，希望你都可以留意下你身邊嘅原住民文化。你行過嘅公園、搭過嘅，甚至你學校可能都建喺原住民嘅傳統土地之上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